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上新的民调。讲总统蔡英文伫20岁到24岁少年人的这个支持度，甲一年3个月进前比起来，落将近一半。今仔日联合报就来报讲，上近9月初1就会来进行内阁的改组。院长苏贞昌将会卸任，由桃园市长郑文灿来做行政院长，屏东县长潘平安做内政部长，嘉南市长林右昌做交通部长。也毋过总统府甲行政院早起一透早，前后发出着声明，讲无这个代志。进前才为了非洲猪这鸦片入要到台湾，美官员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敢要卸任吗？联合报的报道讲，接任人选是桃园市长郑文灿，上近9月7就会出来组阁。屏东县长潘平安是做内政部长，嘉南市长林右昌做交通部长，总统府前秘书长苏家全做海基会董事长，亲民党籍的前立委李鸿钧做监察院副院长。郑文灿也是组阁，首先来面对就是年底的4大公投甲2022年县市长选举的成败。对于这个苏院长这段时间任劳任怨，我想我们都看到了，也都会继续支持。那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这个专心这个市政，不是事实，而且是子虚乌有的。我想我们还是以宪政为主哈。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卡惠伊嘛讲。其实这个特定媒体说，这个9月1号就会换内阁了。那其实9月1号就下个礼拜了嘛，那我们就等着看，很快就知道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了。连这个建国会派系立委嘛，感觉这个消息真奇怪。就是笑，当成笑话一般看待，团结抗疫非常关键的时刻，怎么可能来谈所谓的内阁改组？第二个是这份名单多数都是民进党已经无法连任的县市首长，所以是不是故意要引发另外一个政治风暴？总统府甲行政院透早拢发声明，表示讲无这个代志。总统府强调讲，目前咧对抗疫情，蔡总统嘛无这个拍算，千万唔通错误消息安尼传来传去。其实前一天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民意者公布讲，蔡总统支持度是45.3%，也不过交叉分析发现讲，甲去年5月份比较起来，20岁到24岁少年公民支持度为9.3%，落甲剩4.7%，减46%。同一天下晡，网络群组就开始出现启用少年世代改组的消息，消息对倒位来，这爱过去了解。